然后我们下面就是讲这个第二个小课盘呢，就是入于这个诸佛智慧相啊，就是入这个佛陀的这个境界的这样的慧相，就是入于这个诸佛智慧相。三是诸佛所称谈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慧相诸善根，唯得普现殊胜心。那么这个是刚才是两位菩萨怎么样回向，我们怎么样回向。那么这个是为呢过去现在这个所这个赞叹的，就是三世诸佛啊，就是三世诸佛所赞叹的什么呢？就是这个最胜的这个诸大愿，就是他们这个三世诸佛所这个称谈的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普现行愿品也可以说，或者是三世诸佛所发愿的呢，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利益众生和还有这个弘扬这个佛法。或者普现这个四大愿，就是这样的大愿。那么他们怎么样？就是为了利益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回向呢？我们今天呢，就是也讲这个回向呢，就是三根都会得到就是普现的这个殊胜心呢就是普现这个殊胜心。普现殊胜心的话呢，就是发这个无上的菩提心，然后呢就是行持这个六波罗蜜多，最后呢就是归根结底就是真悟空心度化这个众生，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信愿。这就是这个三世诸佛呢就是所赞叹的。因此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呢就是也是这个回向就是回向的时候呢就要这个想到刚才是两位菩萨，那么现在这个呢就是三世诸佛菩萨。三世诸佛菩萨，如果你从笼统的就是未来过去现在的佛陀们怎么样就是三根回向呢，就是我也是这样这个回向就是让这个无量的这种发愿力呢，就是这个三根增上就是让众生呢就是获得暂时究竟的快乐，这样也可以的。或者呢你特别的要像就是一位佛陀，比如说阿弥陀佛呢，就是从因地到这个现在过地之间呢，为众生怎么样这个发愿回向。释迦牟尼佛呢，就是从因地到过地之间为众生怎么样这个发愿回向呢？我也是这个如此的这个回向。那么我回向的这个三根呢，但愿就是天下就是六道众生呢，就是都这个无有一个剩下的全部得到，并且呢，就是让他们就是得到这个身心的这种这个解脱就是享受这个圆满的法乐等等，就是我们就是这样这个回向。所以这两个偈颂文呢，我们就是很多的这个发愿文当中呢，就是是这个应用的就实在是就刚才我们这个文殊师利勇猛大，就是最后我们这个建立普现慧心。殊胜信就是这两个偈颂的话呢，那么就是平时的一些就是短短的这个回向就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是念这么长的普现行愿品的时候呢，就我们自己呢就是可以做这样的这个简单的回向就是做这个简单的回向。